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4年12月12号。今日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2章第2节到第6节，阿摩司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，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1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帮赞的热诚。什么人无爱这个无忧无虑的生活呢？台湾有一句君生笑的话安尼讲，有人介绍伊家己讲，我是英英美代子。若毋捌的人掠做讲，这是日本人的名。事实上，这是咧讲我着永远无代志啦。无忧无虑，食饱无代志。先知阿摩司第6章第1节到第8节是安尼来讲哈。恁住伫锡安无寒无露，住伫撒玛利亚山无烦无恼的人，恁惨啊！恁想讲家己是以色列人民所挖靠，是万国有名望的领导者。恁着过去嘉年看，过去大城蛤蟆。然后落去非利士的迦得，看恁两国减有比因较强，恁的领土减有比因较阔。恁想讲有甲在下的日煞远远，颠倒互强国的统治活来。恁倒伫像牙的面床。坐伫天椅，搁食羊群中间上好的羊啊，牛条来肥搁软的牛啊，逍遥唱歌，亲像大笔弹琴作诗。恁啉酒一碗煞一碗，我上好的香油，毋久无为着以色列特别毁坏来悲伤。所以，恁的大声狩猎、逍遥宴乐会结束。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指家己立誓讲：我厌恶以色列的骄傲，讨厌因的宫殿。我要将因的城甲城内的一切交互对敌。毋通掠做家己真用真好。毋通掠做家己是国内底的名流，别人无有你无法度。掠做家己真受人来尊敬。先知甲以色列人讲，千万毋通骄傲，家己掠做了不起。俗语安尼讲，一山各有一山高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虽然家己有可能有几个才调，但是又搁安怎呢？若无有疼心，无有热诚，无愿意遵守规矩，却掠做家己是安尼规矩。哎呀！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嘛是犯着这种的问题吼。因有疼心，却欠缺行动力，这比无疼心更加害。保罗一再咧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会友，着爱会晓得去疼人，着爱有热诚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15节，保罗安尼讲：兄弟姊妹啊，我爱恁知上帝赐予马其顿正教会的恩惠，因有对患难经历济的考验，犹旧充满欢喜。虽然非常散切，犹旧非常慷慨捐献。我会当甲恁证明，因已经尽因所的奉献，甚至超过因的困难。因热切求愿，互因有参与救济犹太信徒侍奉的光荣。因安尼做，毋若超越过阮的期待。
甚至尊叹上帝旨意，大声将家己献予主，然后交托阮。所以，阮肯提倒继续协助恁，来完成伊所开始这项慈善的工作。恁的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帮助人的热情，以及对阮的疼心，拢遐尼丰富。阮爱恁对这项慈善的工作，嘛得遐尼慷慨。我安尼讲，毋是得命令，是爱恁知别人热心得帮助人，来考验恁疼心是毋是真的。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虽然富足，毋过为着恁诚做善车。是要互恁因为伊的善车诚做富足。关系这项代志，我建议恁较好即时就去完成旧年开始的募捐。恁毋若大声行动，搁大声提倡，但恁就完成这个工作，用起头计划的时的热心。尽恁所会去做的来完成。恁若欢喜捐献，上帝会欢喜接纳恁献恁所有的，袂要求恁献恁所无的。我毋是要加添恁的负担，互别人较轻松。既然恁现在富足，就供给善车的人，安尼恁善车因好囝的时，因嘛会供给恁，安尼才有公平。照圣经所记载的，多无剩，少的无欠。亲像雅各书所讲的，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，相反，疼心若无付出行动，也只不过是空穴来风啊。是虚空的，是假意的，就算是有剩，也袂有济啦。这种其实是一种送向的心态，一种使命。群体基本上大家拢是送向啊。三个教会目前伫建堂，欠缺建堂经费的中间。但是，阮犹原在学习接纳其他需要的教会来募款，因为阮深刻知影欠缺的苦，也更较相信上帝是富足的。当阮摕出来，伊就要补助阮，并且圣经嘛教导，得爱有热情，爱愿意付出，爱会通真正的付出行动。以赛亚书2章第20到第6节，看上帝是我的拯救，我靠伊拢袂惊吓。上主是我的快乐，我的诗歌，伊一直是我的拯救。恁会对拯救的井欢喜快乐唱水。伫迄日，恁会讲，就称赞上主，求叫伊的名。就对万民宣扬伊的作为，就宣布伊的名应该尊重，就吟诗称赞上主，因为伊有奇妙的作为，就对全世界宣扬这个代志。恁锡安的子民啊，就欢呼大声唱歌，因为伫恁中间的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上伟大。恳求主爱上主帮助阮，愿意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呼召，用谦卑的心智来看待家己，对待别人，帮助需要的人。因为主应允谦卑的要得到高举，骄傲的就要受降低。恳求主帮助阮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